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讲到本土病例部分有伫咧降趋势，上界关心是7月12日以后，敢有机会餐厅也是解除封锁咧？但是中表示讲可能有机会。高雄凤山某一栋大楼已经有5个人确诊，市政府怀疑讲可能是电梯空间伤过细，无通防者来染病。但台湾买的莫德纳疫苗第3批41万剂已经送到桃园机场，但市长表示希望让更较侪人拄到头一档。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一个带病入境55个本土病例，另外也有5个死亡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疫情有伫咧稳定，不过大家也是爱提高警觉。另外，最近有真侪批发市场发生群聚感染事件，指挥中心和农委会要制定批发市场的防疫指引，若准出现确诊病例，就要暂停营业，减少营运。新冠本土病例继续增加，拜三30新增加55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23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22例，桃园市5例，高雄市甲苗栗县各2例，屏东县1例。另外也新增加5例死亡个案，这是连续第6天一天新增加病例数在8例以下。整体疫情发展的一个趋势来看，那都是在往下。好，那不过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个人的防护要做好由最近批发市场出现互相烧的感染事件，指挥中心甲农委会共同来制定批发市场的防疫指引。一旦发现确定的病例，有3大应变的做法，包含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直处隔离并且采检，甲指标病例同一大头，也是烧瓦的大头嘛爱包含在内，并且监测健康状况。风险的所在至少暂停营业3天，也需要1天2摆环境的消毒，每3天到7天进行检查，而且营运降载到上大用流的人数75%。若出现人数互相做伙斗阵，搁再降到50%，应经由延长拍卖时间、分时段、分区这方式降载来运作。一直到最后一名确诊者离开市场了后，第2天开始14天为止。更重要的就是有些的批发市场跟零批场跟传统市场是全部混合在一起的，我们会要求所有的这些进出的入口要有一致性。随着本土病例数下降，外界关心7月12日了后，餐饮业甲夜市啊，是毋是可能小可解封？开放来用的可能，但是中头一摆表示，毋是完全无可能。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不过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在疫情这样的一个控制为主。当然，我们相关的指引就要不断的去先把它准备起来。在疫苗注射部分，到新增加13件疑似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件，其中75岁以上的病人。这13件的个案中，75岁以上有8例那他的总共7女6男那这个8人就是为疫苗接种后1天到13天之间发生。根据统计，即阵确诊患者内底有2670人是严重肺炎，也是急性喘气困难症候群，其中年龄大有60岁，也是长60岁4千外个案内底有1805个，大约38倍是重症患者，可见只要重症高风险的族群，也是在较侪回老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下邦山发生 Delta 变种病毒群聚感染事件，经过4天的封锁，也拢有体检加注疫苗。近期宣布香港加善义这2个庄仔头会当解除封锁。不过，伫今仔日搁再增加一个病例，是计程车司机的朋友。另外，邦寮确诊郭子龙因翁仔某拢是去染到 Delta 病毒，也因为进前有确诊病例去过邦寮病院。县政府近日伫咧邦寮设一个前进指挥所，要来追查疫情摊开，敢是甲邦寮病院有牵连。人客在头家今日10岁店帮山乡香港成武农村为了防堵Delta病毒，停止商业活动4天，并且全面检查注射疫苗。30早起解除禁令了后，街路上也是冷冷清清，出门民众拢是物件买完了后就赶紧回去厝诶。这几天就有时候我们就很饿啊，都没有地方可以买的，没办法啊。邦山 Delta 病毒互相烧的案件，30个新增加1例，是一个女性正价子的人。离邦寮乡确诊的正价子翁仔某，这2天也确定是患着 Delta 病毒。总计相关15例内底，有12例已经确定是 Delta 印度变异株。屏东县府30在邦寮国小检查站成立前进指挥所，扩大来检查。那在14298被确诊了以后，他就被匡列为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一采的时候
是阴性。那在昨天的时候，因为有症状出现，所以在采的时候呢就确诊。因为有多名确诊者在这边这个就医，发觉确诊之后，然后呢，我们扩大框列，甚至呢起了芳山专案、访寮专案。确诊检查的对象以枋寮村里乡民，要10时了后，要到枋寮病院去看医生的民众，陪病的家属为主。检查站早起就袂少烦恼民众来排队。伊无当就去隔离啊，就知伊啊。烦恼较来遮严嘛，因为刚有载朋友回诊。205位房山的确诊者去过枋寮病院，被怀疑可能是枋寮正过节的人，互传染的所在。全院列出537人 ，PCR 全部是阴性，即阵已经停诊3天，继续消毒中。官府也继续调查这正过节的人感染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今仔日也有2个本土病例，拢是人母群聚感染案的相关案例。其中有1个出现伫凤山，阁有2位厝内面的人来染病，目前是还未偏好。虽然因和23所公布确诊者住伫咧共栋楼仔厝内面，不过因无熟悉，也无住共层楼，为什么会来染病呢？市政府表示，讲这栋大楼已经有5个人染病，可能是电梯的空间伤过小，而且阁无通风，才有染病机会。高雄凤山的这栋大楼是6月23日母互相受的案件，其中2位确诊者住的大楼，进前早已经清洁消毒过。无想到2规栋大楼临时来清空，总共146人被送去隔离。周边社区连2天继续清洁消毒。因为30新增加的2例确诊，其中案例147例也住伫这栋大楼，不过这2个人分别住伫3楼甲7楼，互相也无熟悉。他2位同住的家人也因为有症状。所以也送到这个长庚医院来就医。那刚刚在早上的时候，我们也收到长庚医院的这个确诊的报告。新增加案例147例，2个住斗阵的厝内人早起已经确诊，不过也无暗号。总计这大楼已经5人确诊，因为大楼电梯真坏，通风不良，高雄市府推测新增加确诊者可能8甲邻母互相受的确诊者，前后坐过共部电梯，而遭到传染，决定封楼。不过最坏引起民众的惊吓。家人会蛮紧张的。总统发布紧急命令都要比例原则，何况没有发布紧急命令的情况下，更要比例原则的考量，就是说有一点过当了哈。面对外界质疑做法超过指挥官，但是中下晡替高雄市府来讲话，表示这款的决定确实是两难。我认为是一个两难的哈。如果你做区域的隔离，那万一在别层楼又有的话，如果我觉得公共区域里面所引发的，那我可能会朝向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框列。由此后大部分是互临时调转来采检隔离，不少人拢未会准备，也烦恼无才调来负担旅馆的费用。高雄市府回应，中央甲市府补助的防疫旅馆费用上悬每天有1500块。那市民有经济困难，市府会使提供公费所带的防疫旅馆，希望民众共同来体谅配合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回来到台北的部分，新北市今仔日有增加这个病例来确诊咯，而且这内面竟然是有员工来确诊，有一个是咧三重埔的汤城广场电商公司某某发生群聚感染，有5个员工来确诊。另外，伫邦桥的大丸百货公司也有一名专柜小姐来确诊，是因为伊的大家伫咧传染市场做生意，染病则搁在喂服伊的。目前百货公司的员工也拢经过体检。伫咧今仔日下晡3点半左右，邦桥大丸百货公司员工也开始进行体检，大约有1500人做过快筛。百货公司也决定讲，明仔载是要搁再休困一天。新北市政府也要求百货公司就要进行大消毒，员工也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那讲到三重埔这间电商公司某某出现5个员工群聚感染，因唔但有加200个员工做体检，也有加70个人来做是居家隔离，目前这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的。台北市政府昨认定讲，艋舺灵山市的地下街会当恢复营业，其他行业什么人会当来改生开始做生意呢？市政府表示讲，大城处理夜市啊是考虑到民生甲经济需求，会要求大头啊互民众包顿去食。另外，暂时无要开放美术馆，甚至考虑后一批主疫苗是夜市啊的生意人会当大城来做。请要来世界民众做好实联制甲消毒，因为休困特别过半月，龙山市地下街30正式复业。
啊，毋过只有部分的店头有开，其中一间100块的剃头毛店，人客真济，还佫特别为桃园来老顾客。我们来剪头发，1个多月没有剪了啊！你看那么长啊！这边已经是很熟了，也不想给别人剪了，对不对？别人剪我不放心嘛。虽然来西人无济，啊，毋过部分的店头认为有开店倒相机。你当然要正面啊，可是疫情这样多多少少也是会，可是我觉得就是尽量配合政府政策啦。就很矛盾啊，会希望赚钱，可是这样子对我来说也是蛮危险的。台北虽然有部分所在依然是疫区，啊，毋过台北市决定龙山市地下街复业，还佫研究部分夜市未解封。因为台北市府发表示，会先为免提翠安落来美术馆、电影院先解封，如今夜市先解封，台北市府是回应夜市毋是无目的开放，而且下一波疫苗会考虑夜市打翻成住。用科学的方式，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考虑说它的对民生经济啊，或者是对整个老百姓生活最有影响的先处理了。所以那个北美馆我们就还没开放啊。对台北市部分夜市未解封，经济部强调夜市毋是中央经济停业的场所，应经过地方政府同意来复业，而且今年外早，经济部会甲地方政府讨论后续配套措施。未来除了颁布人流管制等措施以外，可能会推出黄牌制，加差无合格达到一定数量会强制停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仔日下晡4点过的时阵，搁再有41万单莫德纳疫苗送到桃园机场。针对着疫苗分配问题，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希望会当互搁较侪人注到头一档。若准注过头一档，敢有法度顺利注到第二档呢？陈时中表示讲，疫苗的数量会尽量传较高，毋过是无度挂保证的。另外，伊也讲到上届为难的，就是疫苗入来时间无度掌控。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在莫德纳疫苗回国的中型航空降落至桃园机场，佮赶紧送去冷链程度做疫苗检验风险流程。这批41万剂疫苗，是台湾相比采购505万剂莫德纳疫苗第三批，有效期限到明年1月7日。卫福部长陈时中希望8月底进前交回1000万剂各种疫苗，10月底进前国内第一剂注射率有6成进口，大家是毋是如期注第2剂呢？陈时中讲尽量，毋过无法度保证。每一个国家在做疫苗的第一波的时候，希望都能够广。我想这是大家的一个防疫的一个策略哈，先而广，那然后让它强度能够变强。然后我想我们也不例外，朝着这样的方向做规划。但我们不会故意让它不够的哈。主持关键疫苗进度，但是中共双方的协商，相信有互大家拢满意的成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透露，台积电向美国请求协助摕到疫苗，但是中共所甲国外有往来公司共同努力乐观其成。啊，毋过也承认确实真困难，因疫苗拢是掌握伫其他国家手头。有媒体报道民间采购疫苗，互陈时中伫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长苏贞昌之间真为难，陈时中是否认。为难是在疫苗进货的时间不顺利了，那这里面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在这个疫苗的采购，除了有一些前客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人物来跟我谈这事情。有关的各种谣言等等，都已经经过正式指挥中心也好，政府相关单位也好，都已经一再的驳斥，不要以讹传讹。陈时中也第一摆表示，考虑做第三剂增加保护力的采购谈判已经展开，自 AZ 佮自莫德纳疫苗时间计划协课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双北今仔日开放莫德纳疫苗登记，新北市这回头一届使用线顶登记，即开放到上100万人，造成网络塌条咧。就里长伫咧埋怨讲，为什么要改做线顶登记咧？市政府也回应讲，未来注射的人只会愈来愈多，人工绝对是无法度处理。新北市第4波开放72岁以上老大人注疫苗，第一摆采用线顶注本，30早起8点就开放，到100万流量，造成网络大塞车。里长接电话接个手软。连公所的电话也被瘫痪了，真的从8点半开始到将近11点的时候，才慢慢趋缓下来。更何况当初台北市这种预约就已经被民众长辈说过是很不便民的。
就惊做无莫德纳疫苗来问电话无听过，市府表示，即摆有108000支接受注文，到30下晡2点之前，已经注34363支，还有真侪疫苗已经注文。未来的施打量以人口的结构，它即将会越来越大量，所以势必到一个阶段就不可能只靠人工沟通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让他们知道我们会有次序的做一些转换，所以后面的很多的想法，不管流量，我们也已经在做调整跟控制。台北市也同一天放令72岁以上大大人注文莫德纳疫苗，早起8点才开放，9点半到未少医疗院所已经满。那我们所提供的剂量总共有87136，那很快的从8点开始预约，到10点钟统计，已经预约取号成功的有50568，已经超过了一半以上。台北市75岁以上老大人，还有18人还未注疫苗，有的是对A Z疫苗无信心，即摆拢想要注莫德纳疫苗。不过，医病院医生强调，这2种疫苗不良反应拢差不多济。一般比较轻微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差不多。它那个2种疫苗对老人家的一个保护效果都会比年轻人稍微低一点。至于那个 A Z 疫苗比较特有的血栓问题，跟那个莫德纳疫苗比较特有的心肌炎的问题，那个都是发生在比较年轻的族群。台北市府也提醒，因为注文系统判别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能注文一摆。之前捌注文过，不过后来无去注疫苗的大人，即摆无法度注文，也免紧张。那疫苗有够，每一个人拢会注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市种出来疫苗，今仔日也开放予民众来注啊。昨是开放民众上网络登记，所有超过300万人次去遐网页，所造成网络大塞车。落尾经过修正，有2万人成功注文到。还因为讲爱等这疫苗有剩才通好注，今仔日只有21个人注到这个种出来疫苗。台中市副3站佮开放75到76岁，还有原住民65岁以上老大人注剩的8000支 AZ 疫苗。即摆有41个注射站，当时开放成功，注文全体民众来注，不过可能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即摆老大人来注的情形真济注射站拢无剩的疫苗，最后只有71人顺利注剩的疫苗。对，这只是很开心、很幸运的。34个站给长辈打，那没有残疾。那还有66个站呢，有一些残疾。那零零星星加起来这6个站大概21剂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昨天预约的情形上网预约的情形那通知施打。根据台中市政府统计，即摆总共有19935人成功注文全剂，其中上侪人注文的是南屯区惠文国小的注射站，有1336人。不过3站最后只有6个注射站有全剂。第2期这人要如何来注呢？台中市府会依照中央规定办理。建议除了要特别注意接种间隔的时间以外，市政府后续将依中央最新的规定来办理。台中市府表示，即摆剩的疫苗只开放注文1天，未来会对照后续疫苗配发数量，依照每一摆注的天数来开放。疫苗注几天，剩的疫苗就开放注文几天。即摆是伫7月初3开放新一波注疫苗，7月初2会开放注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屏东有一位印尼移工捌接触到感染Delta病毒的计程车司机，想袂到这位移工竟然逃走去啊！而且伊是走去南投仁爱乡做临时工，落尾也甲伊送到集中检疫所去隔离。不过昨暗伊来发烧，经过体检加在是 PCR 阴性的。南投县卫生局也甲15位移工的接触者做快筛，目前拢是阴性。另外，伫云林也有一位非法移工去接触到Delta确诊者的接触者，目前体检也是阴性的。南投仁爱乡的例行产业道路路无变过弯弯弯弯，医护人员小心开车经过石头放落的所在，用5点钟的时间冒险上山。因为仁爱乡花岗地区也有14个民众甲一个员警，捌甲逃走的移工有接触，不过因拢还无进行相关的体检。南投县政府30委托埔里基督教病院专程上山采检。因为山区天雨路滑这几天都在下雨所以请他们先在原地就是自己
协助家做一个短暂的自我的照护跟监测哈，然后我们会派我们的医疗团队今天上山去做一个专案的采检哈，以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南投县政府表示，这个1年前逃走的移工是伫6月27到仁爱乡做山工强查到，6月29尾嘛发烧红送医，后再 PCR 是阴性。伊接触的15个人目前快筛拢是阴性，不过也需要天后检体送落山了后，才会当做 PCR 检测。也若分林县二仑乡原来有一个逃走的移工，捌甲屏东 Delta 较近的接触者有接触过，后再 PCR 是阴性。我们就透过我们云林县专勤队做隔离检疫做隔离检疫，由专勤队专职针对这个目的他在专勤队里面隔离14天以后，那要解除隔离的时候，还必须要进行 PCR 的检测云林县政府表示，这个逃走的移工细厝的厝主、也甲朋友以及其他接触的人，拢采检结果是阴性，相关行过所在也拢已经完成消毒。为了扩大防止疫情有流芳，7月初1下晡，云林县政府也伫二仑乡龙华国菜市场设置快筛站，针对移工来进行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往回金门、台北的航班也拢变少，致使真侪民众是买无回的机票。为着要解决这款的问题，金门县对今日开始，逐礼拜会加开3班的专机，一直到3级警戒解除为止。不过，这坐专机是爱有条件的，大先开放予医疗需求、处理丧事，也搁要见最后一面的民众。不过，有缘有真侪民众透早就去到金门机场排队啊。天也未光，就真侪民众赶到金门机场排队，为着一张对金门来回台北的机票。疫情严重，台北来回金门的航班大幅减少，造成机票真歹买。有人讲10几天前就已经订无票，只有来到现场补位，都只运气。22号到订了，之中都没有办法，没有都补不上。对，像我这5点来就5点多来就人那么多了。无论金门机场外口也是大厅，等待以后，因讲拢互民众坐满啦。即阵台金每天的航班只有3班，一天平均90人数在200人以下。金门县府致力防堵疫情，也引起民怨。为了兼顾防疫甲民众的紧急需求，金门县府宣布对30开始，每礼拜加开3班的紧急专机，一直到全国3级警戒解除。头一组班机已经载11人飞往金门了。需要去就医啦，或者是有重病啦，探视的，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奔丧的，可能有发现找不到机会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特别启动那个专机包机的服务。紧急专机以需求量上大的北金航线为主，不过有申请限制，以台湾这边为例，敢若开放奔送，医疗了后转去金门加探望病情危险的出来的人。金门迄边是以来台湾奔送就医甲探望病情危险的民众优先，剩的机位才会释放予现场候补的旅客。有买到票民众讲爱紧来台湾看医生，胃痛拢跳到后边来了。我甲医生讲你们的药好像不符合我们，因为我都是在星光看的。我从昨天开始的，我就是请他们帮我排这2天。民众大部分支持县府加开紧急的专机，县府强调疫情非常时期，会落实紧急的专机严格来查核列车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位大北岛的护理师去挖到武汉肺炎，迄当时状况是真紧急，病院也决定讲要随家破腹生囝，这个过程也拢真平安顺利。这位护理师复原了后，带病院早起有替因办记者会，病院也提醒有新的护理人爱赶紧去做疫苗，减少胃病风险。护理人员送红仔甲婴仔用品，庆祝这个原地染病王小姐顺利生产，而且解除隔离出院。这个40岁才生头一晚的负责人，是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院区急诊的护理师，因为接触到确诊的患者了后去挖到，迄当阵伊有生30礼拜，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了后，紧急破腹生囝。这个查某婴仔出世的时阵有1750公克，加在婴仔伫出世的时阵 PCR 采检是阴性，而且无因为因妈妈去挖到新冠病毒。因为我染疫之后，在家里面所有的家人都被匡列，也都被隔离了，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了东西就上了救护车就转到台大了。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觉得有一定的压力，是不是能够妈妈再撑下去？不行的时候，就是她的这个氧气需求量，如果需要再增加的话，大概就要选择终止
怀孕了。台大医疗团队表示，有新的人若是去喂到新冠肺炎，症状会比一般人更较严重，而且佫要兼顾有新的人甲胎儿的健康，所以干会当用类固醇等等的药来治疗，确保胎儿的细胞甲脑袂受到影响。而且为着互早产的囡仔会当增加抵抗力甲营养，妈妈生产了后是真拍拼伫接无灵，交互护理人员甲婴仔来饲灵。产妇的那个母奶，我们其实也做过 PCR， 是没有病毒的。所以事实上不用消毒也是可以哈。医方表示，母婴提去做 PCR 检测是阴性，互妈妈会当更较安心来饲母婴。母婴内底的新冠肺炎抗体，会当提供互早产的婴儿啊。医师提醒，有新的负责人应该要用早注疫苗来降低感染了后重症、死亡，还有早产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已经解除封锁法国，虽然讲因的确诊人数拢有伫咧降，不过感染Delta病毒比例却是大大增加。另外，第一年因的病例数也一直咧增加咯，医疗体系是强被崩盘。高传染力的Delta变种的病毒入侵印尼，快速推升新一波疫情。连日来每天新增加超过2万名的确诊，首都雅加达的病院连大厅甲走廊上拢是病床，内区甲后病房拢全满，医疗已经超过负担了。Ya di bawahnya kebetulan yang meninggal banyak, jadi di bawahnya tuh bednya kebetulan kurang bednya, bed di kamar jenazahnya. Jadi tadi tunggu bednya kosong baru bisa turun. 红星议会讲，这政府已经要到灾难的边缘。医师协会搁再呼吁封城2礼拜。卫生当局准备7月推出更加严格的防疫限制。离了外岛的陈吉龙，真侪民众唔知爱心有药，就排队要来抢注有风车，结果注射所在4家拢是人，也形成新的传播危机。另外，正伫享受热天解除封城自由的法国，也面临Delta变种病毒威胁。虽然礼拜一天新增加确诊只有509例，7天的移动平均值降到10个月上低，不过Delta病毒株所占的比例对顶礼拜1成左右增加1倍，这就将变做主要病毒株。Mais ce qui est sûr, c'est qu'il progresse par rapport aux autres virus, par rapport aux variants anglais notamment, qui petit à petit qui déclinent plus vite en fait que les autres. 另外，一直讲境内零确诊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也为防疫工作上去了。调中社30报道，金正恩前一天在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骂官员大呼接手忽视党的重要决定，造成严重的事件，危及国家甲人民的安全。严格报道并无说明所谓的严重事件指的是啥物。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去互国会机关指控讲，伊牵涉到一站武汉肺炎疫苗的采购备案，伊明知影有问题，却拢唔去处理。不过，因的卫生部长伫指稿表示讲，这疫苗是爱开比金3.24亿去买，不过这个合约也先来暂停了。巴西总统波索纳罗拄到重大政治危机，3位参议员28向最高法院提出告诉，指控波索纳罗渎职，明知影新冠疫苗采购案牵涉到不法，竟然无管。Essa comissão parlamentar de inquérito, ela vai ampliar o seu prazo de duração, porque a partir de agora nós já começamos a acessar informações gravíssimas com relação à possibilidade de desvio de dinheiro público no âmbito da administração federal. 今年2月，巴西向印度巴拉特生技公司签署购买2000万剂 COVAX 新冠疫苗合约。不过3月31日，有卫生部专员向法务部来举报，受到长官施加压力签署可疑的协定，以4500万美金购买30万剂 COVAX 疫苗。波索纳罗唔知影这件代志，佮电脑要求爱调查检举人诽谤。当时姚议员指控波索纳罗故意无看美国辉瑞的疫苗采购电子邮件。因为这件代志关系重大，卫生部长奎洛加29表示，巴西经暂停3.24亿美金订买2000万剂 COVAX 的合约。原本就因为防疫不力，互人批评的波索纳罗声望落到最低点，也威胁到明年的总统连任选举。虽然伊否认不法的指控，只是会互反对派更较有理由提出弹劾，也互支持伊的盟友无法度斗相共。另外，南美国家秘鲁是29接到美国管的第一批100万剂辉瑞疫苗，总统萨加斯蒂亲身接机，表达对拜登政府的感谢。美国也答应要捐予秘鲁拢总超过200万剂的新冠疫苗。
若是伫中东的以色列，新任总理班奈特29甲卫生部贴官员视察中部一间疫苗注射机构，伊呼吁父母爱赶紧予12至16岁的子女注新冠疫苗，来应付愈来愈严重的Delta变种病毒的疫情。以色列疫苗注射率排头名，最近也拄到这个Delta入侵确诊增加。为了防范疫情搁拖开，政府进前才解除室内唔免挂喙罨的规定，不过顶礼拜六就已经搁恢复室内爱挂喙罨咯。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伫咧加拿大的西部已经是连续3天温度拢正悬，出现49.5度的高温，目前也已经有230多人热死。另外，伫美国的西北地区也是受到高温的影响，基础建设的设备也直接发生故障。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一向天气真凉爽，最近却做甲亲像沙漠同款。波特兰市预备气温46.1度，西雅图42.2度，是国家气象局为1940年代开始系统性记录气温变化以来所看到上悬的数字。民众有冷气开冷气，无冷气开电风。华盛顿州斯普坎市一间电力公司只好分区停电来应付用电量增加的问题。不过，波特兰市的电缆引起造成市区电车停驶。有冷气的大型场所，亲像电商亚马逊就公开西雅图总部的公共场所，互一般民众进入清凉一日。波特兰厝内底无空调设备的人，是走到地方政府所设的避暑中心，连厝内底宠物也拢带过来。At the cooling centers, we offer snacks, cold water, 3 meals a day, and a place to sleep for those who need it. I'm very grateful for being here. They give us beds and they feed us. 顶礼拜五开始打伫北美洲西部地区大高气压，搁互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气温连续3天拢是破纪录的高温，预告搁称价49.5度。警方资料显示，温哥华有65人热死，本拿比34人死亡，苏里38人死亡，因大部分拢是年岁较大或者是慢性病患者。热衰竭、热中风、心肌梗塔顶病例数已经超过230多例，各种求救甲送医的电话，互急救人员是传疲惫。It's not limited to North America. Other part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re also experiencing exceptional early hot summer conditions. Arabian Peninsula, Eastern Europe, Iran and the Northwest Indian continent, just to name a few areas. Western Russia has also been seeing very high temperatures. 联合国疫害世界气象组织预告警告，太平洋西北地区这个无正常而且危险的热浪，上悬会到45度，而且至少要搁继续5天以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7月1日是历史上香港主权移交的日子，更加是香港国安法施行满1年的日子。不过，今年警方用疫情做理由驳回游行的申请，甚至出动警察规日戒备，看民众敢有违法组织无。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讲国安法互香港变做一个警察伫咧管理的国家，对香港居民已经造成人权的威胁啊。7月7日是香港主权移交周年的纪念，也是中共建党100年甲港版国安法实施1周年的日子。今年香港7一游行由社会民主连线9号大数联名这民间团体来申办，以备予警方发出反对的通知书。申请团体随后提出上诉，不过警方以疫情为理由驳回上诉。警方不斷咁樣去危言聳聽咧，仍然繼續用呢個疫情嘅理由咧。係去多番提出阻攔呢一個嘅遊行集會嘅權利。香港媒體報道指出，香港警方的動員超過上萬名的警力全力來戒備，出動反恐的特軍隊，注意民眾是不是違反限聚令。必要時陣無排除，擱再封園。香港氣氛緊張，為咗香港人計劃離開，去年6月得到英國批出政治庇護，成做香港頭一名英國政治難民的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1周年，作為民主派人士紅領起來，媒體逼捲起來，攏看到中國的政治打壓是愈來愈嚴重。All the promises of freedom based on a civic system in Hong Kong had gone. And now Hong Kong is undeniably becoming to be a police state and totalitarian regime.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tself has given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very powerful tools by which they can curb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ther human rights.
国际地下组织30日发布报告，指出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对付异议人士，让香港真正行上真多警察国家的道路，对香港民众构成人权紧急的状况。认为这项全面又具有压迫性的法律，可能会让香港沦做愈来愈亲像中国的人权的荒地。记者综合报道。经过5年了后，台美体法会期竟再起透过视讯会议举行。总统蔡英文认为讲，这当予台湾有国际经济博弈的准备机会，而且这个会议唔那顺利，双方拢有交换意见。咱台湾是国在呼吁美国着爱合作，针对着疫苗代工、简化医疗物资进出口的停输，一个半导体等等的问题，拢有讨论。这是台美贸易对话的重大的进展。继5年台美贸易甲投资结构协定，也就是 TIFA， 30日起以线上方式开始。蔡总统指出，这为台湾走向国际经贸舞台做好准备。这摆会议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振年做台湾方面的主谈人。为早起7点到下晡3点，外界关心的疫苗代工，也个半导体问题拢讨论。在建立供应链的韧性及安全的重要性，并希望透过标准制定的合作，扩大半导体、疫苗生产代工以及电动车、绿色经济等产业的研发、制造及人才培育等能量。讨论议题分2大部分，伫贸易甲投资相关议题、农业劳工、环境保护、智慧财产权甲新兴科技的金融服务，伫提升未来双边贸易甲合作经贸议题方面，都有国际合作同期伫国际场合合作、供应链、贸易便捷化、台美双边关系，尤其是提到疫苗，台美双方拢同期简化审核的定数。我方呼吁美方希望透过双边合作，逐步以援助、技术分享或授权代工等方式，扩大新冠肺炎药品及疫苗的供应。TIFA 应复谈，政委郑振中指出，这显示美方对台湾重视。会议有2大目标：第一，如何深化双边关系；第二是协助疫后的复苏。台湾也在会中表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意愿。我们在会中有向美方表达，台湾终究希望能够跟美方签署这个贸易协定。那美方对于我们这个构想，他当然表示了解，也相当的希望啊，能够双方能够继续的朝着这个深化跟提升关系上面继续努力。伊指出，台美关系密切，未来未只透过1年1摆TIFA来维持。会中重视，会就无共款项目成立工作小组，会专题到就个别议题展开讨论，这是这摆非常重要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疫情期间，咱也是接洗手、挂嘴暗，你我拢是防疫国家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有讲，最近病例数有伫咧下降，也代表当咧稳定，大家是千万唔通放零。今仔日 AM 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增加55个本土病例，有1个带病入境，另外也有5个人死亡。伫咧台北市的部分有22个人感染，新北市有23个，犹原是上界济县市。桃园的部分有5个人感染，高雄、苗栗拢是2例，屏东有1例。目前咱台湾已经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4800例啊。台北市夜市也豆豆开始解除封锁路，有医生甲学者认为讲，若准会当甲这个社交距离，考虑搁较有路挂，注意这个空气流通，甲防疫做搁较集中，夜市是会当小可解封，也算是讲兼顾到经济甲防疫的选择。逛夜市，请戴好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台北市的夜市为29开始豆豆解封，虽往夜市拢有加强防疫来因应，要是有民众认为人流等等的管制无够，有医师看时间内认为距离嘛是应该爱注意。你会使用跳的嘛，跳一档，也是该对面嘛，安尼人去排队的时阵较袂积做伙，若拢规排的时阵安尼社交距离可能真歹。真歹保持伫个即摆就是要拼啥呢？拼讲疫苗紧注，之前讲咱讲估计讲注差不多60%的人，
啊，可能咱即样带喙烟出去，可能会使当中开啊。但是即马这德尔塔的病毒来讲，伊这数字讲係83%，咱即马差不多才10%爾。讲为学者嘛建议业者爱来体检，而且夜市嘛应该注意空气的流通，避免污染到食材。学者认为，台湾到目前为止，全面的防疫措施是做了袂歹，但是规划较有周全，台湾是有条件会使小可来开放夜市。咱今仔日屏东有发现德尔塔病毒。但是咱嘛是甲防疫，甲伊管制掉的，伊嘛无搁传出去。你看咱检测拢全部足侪拢阴性，大部分人拢无得着病，所以这就是代表台湾有这个能力会当抵抗着这个病毒啊。所以虽然有小小的感染，咱用检测甲伊克服。学者甲医师拢讲，比起国外，台湾人民的防疫意识是真悬。目前西夜市的人看起来防疫措施是做甲袂歹，但是会使保持落去，夜市小可解封，确实是考虑到经济甲防疫平衡的一个选择。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去到新竹市视察专门替有心妇女所规划疫苗站。新竹市嘛决定讲，予有心35礼拜以上妇女会当大省来做疫苗。新竹市自第2礼到今，总共有要挖1000位有心妇女已经接种过疫苗，因为有未少人反映家己伫要挖第3期，所以新竹市把决定予有心35周以上的妇女先注疫苗。疫苗接种的已经大概有1100位左右那将近达这个70%的比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孕妇希望能够借由疫苗的接种来守护自己和这个肚子里宝宝的这个健康，这样的一个期待行政院长苏贞昌30来到现场，关心疫苗注射的状况，看到有囡仔对妈妈做伙来，也特别参囡仔拍招呼。针对民间企业管 BNT 疫苗的代志，苏贞昌也做出回应。买疫苗是很专业，而且大家都很努力争取怎么样子从多元管道买到更多的疫苗更好。您有关的各种谣言等等，都已经经过正式指挥中心也好，政府相关单位也好，都已经一再的驳斥，不要以讹传讹。另外，针对入境台湾隔离的工作以及需要进行 PCR 体检的部分，苏贞昌表示，指挥中心都有经过专家开会，有真完整的报告，就以指挥中心的报告为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文化部伫今日公布演艺团体纾困贷款专案，对传统戏剧到现代艺术等等的演艺团体，只要有立案，拢会当来申请，上济会当借到600万，由文化部来替艺文团体做担保。目前已经对纾困贷款半1亿5000万的准备金，要来支持艺文团队度过这届疫情难关。疫情升动艺文产业，文化部宣布对7月初1正式释出演艺团体纾困贷款的专案，针对在疫情期间需要维持基本营运和研发创作的开销，拢会当贷款，上最通借600万。政府唔但提供10成信用保证，也会补贴1年内所有的利息，银行服务费也拢由政府吸收。我们当100%的保人，对，就从纾困贷款里面提拨1.5亿给信保基金，1.5亿是做什么呢？就是做呆账准备率，所以总额可以到15亿了。申请对象包括有立案的财团法人、甲公益社团法人、像基金会等等，或者是各县市有登记立案的演艺团体，拢适用。也那文策院表示，除了会以上紧的速度审查资格，也会协助团体转型，甲维持创作的能量。鼓励大家多元变现，手上有很好的故事跟 IP， 在开发的前期的时候，怎么样思考到除了实体以外，在线上各种的变现的模式？那这个也在规划中。疫情刺激艺文产业转型，文化部长李英德估计，整体艺文产业收入会了80亿到100亿。也若即阵也有剧团杀线顶的陪伴计划，要展现上新甲经典的作品，希望甲大家斗阵期待伫剧场团圆的迄一日。记者闵金玲、许凯台北报道。
政府目前甲中照机构的居民甲照顾服务员列做是注疫苗第5类的对象。双北市也安排领补会当注大生，不过对民间团体表示讲，替人拼厝内，甲人做过来顾囡仔也应该爱大生注疫苗，应该列入去第7类内面。接触小 baby 呀、然后又是做菜又是我喜欢的。做过所有14档的林小姐，时常就伫雇主岛来往回，顾囡仔甲产妇。即马因为疫情做工课时间缩短，嘛搁较爱谨慎细腻。每天去的就是刚生完产从医院回来的这个产妇，还有刚出生2、3天的新生儿。其实我们没有打疫苗。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抵抗力是最差的时候。像林小姐安尼由妇女团体安排到人厝来服务的，阁有居家清洁、家庭照顾人员，因为真侪是单亲，也是中国就业的妇女。有的雇主惊因是防疫破口，叫因停工，但是目前政府已经甲带hiệu型的长照机构的住民、照顾者列入第5类的疫苗注射对象，双北嘛将年母列入优先的名单，这个团体认为无应该将因排除在外。做这个工作的人，你不分你是公费还是自费的，只要是实质上的这个居家服务、家庭清扫、清洁、送餐这些人员呢，就是列入他的优先顺位。妇女团体举例，因内底有10多名的家庭清洁员，需要到将近7000个家庭来服务，平均一个人服务6.9个家庭。因呼吁政府应该把这个工作者列入第7类的疫苗注射的对象。对民间要求，行政院表示无意见，阁要由指挥中心做专业评估。记者地港文条随采访报道。台中进前有一个7岁囡仔去上柔道课，说互教练甲同学轮流摔一个脑死，到当时昏迷70天。昨暗夜宣告讲心脏衰竭不幸来往生。囡仔的老爸老母也希望讲法律着爱公平正义，讨一个公道回来。检方也拍算讲要甲囡仔验尸，若准死亡原因是甲教练的行为有关系，也依照着伤害致死罪嫌交予法院来审理。练习柔道，互人大力士发出哀声。台中7岁姓黄的查甫囡仔，进前伫私人的柔道馆，互4号的教练甲学长轮流大力士27届，头部重伤昏迷，伫病院挡70天，29也是心脏衰竭离开世间。微微的心跳的指数越来越低，然后我们跟他讲了一些话，然后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舅舅、阿嬷、哥哥他们不能进去，我用视讯给他看。然后他有听到他们在叫伟伟，然后后来就是心跳开始跳很快，后来爸爸就赶快赶到，然后爸爸进去之后牵着他的手，大概1分钟，他的心跳就没有了。查甫囡仔的妈妈伫殡仪馆激动流目屎，爸爸是悲伤甲讲袂出来，无法度谅解教练是安怎代志到即马拢无来小酒问。我只是希望司法可以还伟伟公道就好了。那个教练有跟你们接触过吗？没有。从事情发生到现在有？没有，都没有跟我们接触过。台中地检署已经伫6月7日依照伤害致重伤罪起诉教练，经过法院开庭审理，教练以10万交保。即马查甫囡仔过身，检方再去进行相验听词，一定还阁会选期解剖查甫囡仔遗体。小男童这段时间都在医院嘛，那检察官还是确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所造成，所以认为有必要再走解剖来厘清他的实际。检方表示，伤害致重伤罪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伤害致死亡罪这个刑责上轻是7年以上。所来查清楚死亡原因了后，若都是甲柔道教练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将依照伤害致死罪嫌起诉教练，并案予法院审理。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公共脚踏车系统7月时要换新的厂商，所以因为系统的资料转换需要2-3礼拜时间，这段期间民众就无法度借脚踏车。有民众表示讲，安尼做是真无方便。彰化县政府的公共脚踏车系统为2014年5月开始提供服务，包括彰化市、员林市、鹿港镇计共68台租车站。原本是委托捷安特公司经营，但7月7日开始换新厂商稳点科技接手，
进行身躯系统的资料转换，会先暂停营运2-3礼拜时间。对啊，这是一个空窗期啊。那他当然他是说啊，那么刚好学生放暑假，但是平常的一般大众也是用。我个人不是觉得，但是我使用的几率还蛮高的啦。中华公共脚踏车自106年统计到今，每个月平均有17万人次使用，其中学生占70%以上。县政府城市甲观光发展处表示，中华县是头一个将这安迪公共脚踏车系统进行转换县市，需要参相关的合作厂商制作。那因为这个系统哦，咱较早拢唔知啊，所以规个系统去了解了，因为他来讲的，伊唔是干那这个营运公司尔。伊必须要甲悠游卡、一卡通，那原底甚至讲你有信用卡公司，啊，甲中华电信、台电这拢爱另外签约，所以这个部分不管向来做，那原底迄个系统一定会有一个空窗期。消管处表示，资料转换完成，就会开放租车，9月开始陆续甲1650台脚踏车换新，其中包括300台的电动辅导车。目前租车点维持原样。但因为新的脚踏车无租车条，另外度较悬，未来也会针对观光客做租车点的评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好心好行有通春有通用，受到疫情影响，民众的收入也变作是一个大问题。无收入当然有人是摇机失当。伫花莲就点家发起关爱心太阳餐的活动，若准有困难的民众，拢会当随时来开喙。自助餐店的工作人员当无用传各种菜色，受到疫情的影响，即马大家买便当的计数也拢降低，烦恼一寡失业无收入的人要安怎？所以有民间的医疗公司甲自助餐业者发起关爱心太阳餐。即摆受到影响的朋友，其实因平常时啊，拢是逐工拢足骨力，为着生活在打拼。这个的影响，因真正足需要这的物件。需要的民众可以到我们店内，直接到柜台，跟柜台的小生讲说他需要上例的便当，那我们就会提供他这个爱心餐。爱心太阳餐感动未少民众想要参与，希望物资唔通伤过头集中。点头是希望大家当注意较庄脚的所在，县政府也招大家做伙参与。捐助的地方呢，可以分散在花莲的各地，让偏乡的一些小朋友真正需要的人，他们可以领得到，不用就是全部都集中在市区。召集13乡镇爱心的食堂，有意愿加入的爱心商家，那请拨打03-823-0840。县政府表示，伫要休热咯，原本营养午餐照顾弱势学生囡仔这个部分，也会加入爱心食堂的行列，增加所在，尤其是原住民部落失业问题更较严重，急需要爱心餐饮业者做伙加入。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30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